智啊，到极班的，咱会当对天地之理去甲了解，去甲观察。所以讲，互法而且研究了即种了后，会使讲非常的深。可是讲深，嘛无足深啦吼，只要你就是伫生活内底。提、向、用三字锁匙呢，甲咬好吼，一项一项有了甲开，有了甲理解，有了去甲行持，那么咱就有法度人真正行持着咱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开始伫这夫妇之母，所知所领，知之用，伦常并贯，即甲自性，幸福光明，推广人缘，以是个亲民之道。因为咱知影道好了后，咱就是要亲像互学，都有学伫20种哀公论情三吼，为天下国家忧忧经。哦，咱头前差不多拢要讲体啦，后壁拢要讲成啊，来咧讲用的时阵呢，真正你若甲研究这中庸之理吼，该落实伫咱修办内底，真正非常非常贴切。各位先生，互法为着迄个酒精吼，酒精吼，逐工摕来念，因为做资料，读就要标榜，莫念酒精。互法老公就安怎？摊主就讲，精神的，还没去困，莫成日拄仔咧花酒精。各位先生，清清为大，尊师为大，迄有够深嘛？毋是讲有够深，你若去来研究，看会出清楚。只要你甲研究了后，甲落实去修办了后，原来就是要互咱用于修办的。咱各位先生，咱有研究知影，上网歪主无啦，啥物字啥物面吼，互我尽量用一片空白。那么各位先生，君子之道，做端好夫妇，就是呢，要互咱了解伫咱的日常伦常内底，三公五常、五伦八德内底。那么伫咱理学的进程，研究的进程有影，咱的性格为学到了后，咱就让人生变成个变成人君子，人君子。所以呢，其实讲起来嘛是足简单啦，讲起来嘛是无讲足困难啦，所以呢，而且咱各位前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学校可能就甲咱各位前言分享着即11种、甲12种的，会使讲非常的矛盾啦，嘛讲甲呢非常的粗俗啦。因为学校做惊咱大家困去啊所以学校用尽学校上粗俗的伊足水的言语足水的字语学校袂晓用，学校只是会晓用着学校的体会，甲学校的伫修办的过程内底所体会的一些心得，甲各位先生做一个分享，一个所问言怪甲君子之道。那么学校最后咱各位先生做一个结论，就是讲咱修行师长，这是咱师尊的主意啦吼。伊讲修行师长佛典中诚信心，人事中用心，如切如磋道学养，如道如外自修养。那么各位先生，咱学经典绝对要来生活看，若无呢，咱就无采咱咧学经典因为咱一部主中庸是咱祖师呢所著作，那么伊就是呢借着咱孔夫子的智慧来甲咱做一个著作一本中庸，互咱学习。那么伫这个中庸的这个中庸之道内底，咱今研究了后，咱一定要对伊有信心。伊开始了后，咱还有法度人学入那么将其使用来用心，因为咱今修行修养万行所接触的对象就是人。若无人，无兄弟姊妹，无有缘的众生，咱今日毋免办道。那么若讲求道靠根基，办道是靠天时。若无天时的应运呢，咱今日要去办道无可能，要办这个法会嘛无可能。学校时常安尼体会，互我若去学习，互我就讲，为啥你即摆老师爱徛咧讲，徛90分呢？等下互我拍落来骂呢？咱各位先生，咱拢坐伫遐享受呢？互我上爱，互我来道条上上爱遐是为啥物？听道理，听道理就是人所有的智慧。人讲三
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甲伊所有研究的智慧，安尼全部拢拼互咱，拢安尼赐互咱，拢拼，全部拢互咱吸收。只要咱用心来听，咱就要人吸收。那么咱今学经典、学佛典，咱就是来吸收着圣灵，甲圣灵做知心的朋友。透过空间、时空时间的这过程内底拢无受影响，咱无法度来推翻，咱应该对伊有信心。那么从人事中来用心，依顺着佛经义理待人处事，并将做人处事中体证道理。这也就是以理启事，照事回理。若无呢，咱研究了事研究了，咱也无家就失去咱的修办的生活内底。各位先生，这拢是咱圣灵的智慧，伊人已经离开咱已经成圣成贤。但是咱有缘是迄万夫众生，只要咱这个佛典会经伊生信心，那么伫人事中来用心，来记录人记载代志，真正互咱的世界当清平，化人生为良善。是正到道之宗义，那么各位先生，咱就真正会当以理来启示因为咱起修办，就是要来办佛事。照理照事来会理，因为你会度人，生存道这过程，你会拄着足侪因缘。道这个需求是啥物？绝对靠智慧，靠咱的智慧去了解讲，咱面对这个道心，咱是要互伊啥物？要互伊啥物？亲像咱会知甲咱电脑师去公祭即个道心，是咱一个老菩萨的囡仔，伊呢，比爸爸较早就来归信。那么当然，即个道心，伊食素食食23年，食23年，当即个道心的后生转去了后，互我透早，头就暗暝7点，互我目睭仔跟包，水我来刷牙，我王富平就卡来。恁组长拢无接电话，组长还袂开机。我讲你啥物代志？遮早你甲我打电话要啥物代？伊讲你电话先生他因囝伊规空伊做者疑问要问你。我讲好，安尼互我赶紧卡。各位先生，咱在座诸位姐妹，咱拢先考对不对？咱真正做有智慧，咱真正学圣学天做有智慧。但是伊食23档的素食。伊无入心口愿，因为咱嘛捌去甲伊鼓励要生存，生存伊会当来入心口愿。可是呢，因太太甲伊讲，啥物食的啦？因为咧做老师，因太太呢真抢，伊讲啥物食的啦？等咱退休了后，咱再来亲口。结果呢，伊无亲口，就来离开世间。但是伊甲我发讲，叫我报告电传师，讲伊有食素食要转5楼。各位先生，安尼敢会使？袂使，咱拢知影。真正有够聪明的。咱五圣公的规则，就是爱有心口愿，要有点传师的证明，才会当转离5楼。那么伊嘛知影讲爱有点传师的证明，所以才找互我领领互我的报告电传师。那么各位先生，这个太太还袂求到，结果伊甲我讲因为伊甲伊先生动爱心口，所以呢，法院11月2日要来求到。美女呢，绝对亲口，一定要亲口，甲公着培养伊的先生，因为伊当因先生爱亲口，所以各位姐妹，咱只有会当鼓励前辈，鼓励咱的道亲，鼓励咱的家人，咱的亲情朋友，咱的有缘人，一定爱亲口愿，袂使来动，像伊安尼伊会后悔一生啊！伊家己做的，甲伊先生家己做的，敢有共款，绝对有差啦，绝对有差。所以各位姐妹，咱一定要去体会，咱今日学经典，就是要用于生活。经典生活化，生活经典化为着修道而生活，互我深深的体会，互我老公常常甲互我讲，食饱闲闲，交肥肥，叫我推，大家拢毋知想啥，互我就甲讲，我即摆是为着修道而生活，你嘛讲我食饱饱心交肥肥，叫我推，互我头壳想做侪代志想做侪代志。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共同学习，共同勉励。那么
或许就跟刚各位前也分享到这个所在，有足侪不足，盼望咱在座的点传师会当甲学校做一补充。那么不对的所在，咱点传师班各位前也大家咱甲学做一谅解。感谢各位前的慈悲，祝各位前生活如意、平安健康，谢谢。